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锡进老师。今天胡适走势可以说是非常凶悍。为什么说凶悍？5月13日股市五大指数均上涨，沪指报收4242.57，涨0.67%；深成指涨了1.67%，北证指数涨了1.34%，创业板指数涨了2.63%。科创板指数涨了2.69%，这个成交量3.24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稍微少那么一点点，但是3万亿以上那都算是健康的，也就是量价齐涨。为什么说非常凶悍？第一个，创业板指数创了历史新高，已经不是什么10年了，创业板指数走出了一个奇迹。第二个是隔夜美股还有外围市场都在下跌的情况下，今天胡适一枝独秀。我看了一下，昨天美股还有日韩，尤其是半导体股票都在下跌，有的跌幅还比较大。但是今天的咱们这边指数量价齐涨，从指数表现看，确实给人感觉像牛市，不停的创新高。但是从参与的人来说，那几家欢喜几家愁。对金融消费者来说，那有的人是欲哭无泪，想要跳楼。今天就走得这么好，也是3215家上涨，2134家下跌。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踩对风口，你一边欣赏指数上涨，一边自己的市值、自己的账户在缩水，割的就是你的韭菜，不停的创新高。它不是普涨，它是叫结构性行情。如果你踩的这个股票不对，那么你就在这儿叫躲牛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走势？这个确实跟特朗普有一定的关系。特朗普现在不是到东大访问吗？他临出发之前，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这个随行的名单，一共是有16个商界的大佬，有库克，有马斯克，但是独独没有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这个名单一公布之后，大家也知道这个背景就是大国和美国之间现在关于半导体这块互相竞争 ，AI 这一块，在这一块双方有很多摩擦。那这么说比较合理的，也就是美国这边要制裁。不卖这个不卖那个不卖，这个主要是英伟达是吧？那至于具体的博弈咱们不说的太清楚，大家自己去了解。也就是说，总之就是说，大家都上了特朗普的飞机，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却没能上飞机，所以这个给资本市场传递的信号就是不太好了。中美关于半导体这块的竞争，这种互相限制封禁，那肯定是越来越严，一严对资本市场就不好，那你美国的半导体收益它肯定会下降，受影响。所以说昨天恐怕跟这个都有关系，导致美国的资本市场半导体这些受利空影响。实际上胡适今天一开盘也是低开，在那震荡要死不活的，突然一下就像打了强心针一样的开始雄起。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媒体又报道说这个老黄仁勋，我看那个媒体发出来照片，黄仁勋一个人背这个双肩包，站在哪儿？哥们站在阿拉斯加，叫安克雷奇，就是特朗普和蒂宝两个人会面的那个地方，那个机场。有记者拍到了这个老黄一贯穿着皮夹克，背这个双肩包，站在那儿，站在干啥？等特朗普的飞机。你说这一出玩的好吧？好，特朗普的飞机要经停阿拉斯加，在那儿要加油，这样老黄就上了空军1号，在最后的关头，老黄上了飞机。结果，那这个信号就比较明显，给资本市场又有一个想象，觉得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一次会晤很有可能对半导体这块会有所突破或者有所松动。所以这个时候开始，这个胡适里面跟半导体相关的就一飞冲天。大家恐怕也看到了，英伟达概念股爆了，叫达链是吧？反正跟英伟达沾边的，英伟达的供货商等等都在暴涨。你怎么说呢？所以说这跟特朗普有密切关系。特朗普把这一招玩的炉火纯青。当然了，有媒体报道说，这个特朗普他上了飞机之后他无聊，他就刷社交媒体，他刷到了说很多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这次没带英伟达，没带黄仁勋，说一堆在那评论特朗普他这叫叛逆的性格是吧？这叫唱反调。好，你这美国这些假新闻是吧？这些媒体非要说这个没带老黄，说特朗普立马当即给老黄打了电话。让他赶紧收拾行李，准备在阿拉斯加等着，带你去中国。特朗普也在真相世界上发帖子，说你们这些谣媒，你这些假新闻，你看现在黄仁勋不就在我的飞机上吗？也就是特朗普把舆论、把媒体给耍了一遍。但是特朗普这么一操作，对吧？就给资本市场一些想象，
所以今天股市涨，跟特朗普在最后关键时刻让老黄上了飞机是有密切关系的。那怎么说？如果这3天双方在半导体这块谈得不错，那当然就是好事。如果没有什么进展，那恐怕怎么上去的还是怎么下来，这个一定是这样。有很多人光看指数在涨，你看指数不停的创新高，尤其是创业板还有科创50，但是绝大部分散户是不赚钱的。因为什么？我今天看了一个人总结了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手上拿的股票是跟碳基有关的，就完了，基本上宣告结束，你就在这儿赔钱，或者涨它也涨不了多少，涨一点跌一点，涨一点，你就在那儿待着帮人锁仓。跟这个硅基相关的这个股票现在都涨上天了。什么叫碳基？反正跟人有关的，你比如茅台，那机器人、人工智能它也不喝茅台，对不对？比如说消费类的啊等等这些东西，反正是人消费的、人吃的、喝的、用的都在跌不涨。跟机器人、跟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那叫硅基生命，跟有关的上下游的、为它服务的都在涨。所以说现在大资金，当然这都是网上说法，大家都在玩命的抛生命相关的这些资产，不计代价在割肉，怎么着也要出来去买硅基相关的资产。当然这都是一种说法，反正等到小散户你把碳基的割完，追到硅基里面，完了也是去接盘去了，或者轮到你去锁仓。你要不割，对不对？不割好，你不割那边你碳基的这些股票一个都不涨，还在阴跌。那边硅基的是吧？那天天涨，几天就翻倍，你看你能扛得住吗？这里面咱们还是要讲的这个韩国股市，因为跟这个半导体相关，什么 SK、海力士还有三星，反正它就这么几只股票是吧？翻了几倍。韩国股市今年短短的才5个月不到，已经翻倍了。整个韩国股市，所以韩国显得更疯狂，疯狂到什么程度？韩国股市前2天创了新高之后又开始暴跌。暴跌原因是什么？昨天说韩国总统府政策室，这叫什么金融犯，反正韩国的一个高官管金融的这相关这类的，他就发了一个社交媒体，说公民红利的设想。什么叫公民红利呢？也就是把 AI 产生的超额利润回馈给全社会，也就是大家都有份儿。你不能说 SK 海力士一个人分几百万，三星一个人分几十万，和着韩国其他老百姓在那喝风吧。也就是什么意思？把无就业繁荣也要让大家都能沾点光，不能让人家没有参与这行业的就喝西北风，就这意思。结果就因为这哥们一句话说，昨天韩国股市一度大跌超过 5%， 刚刚传来的消息，三星和工会谈崩了，也就是三星要罢工。那怎么这个金融犯说实话，那股市就暴跌？其实不是，这就是他脑子里大家都有脑子有根悬在这儿，也就是你看这些半导体公司钱都真的是赚到手都麻了，但是社会其他的行业都一个个的在那可怜兮兮的，那怎么办？那他怎么来平衡这个事？很有可能就要开始对半导体公司、对这些人工智能公司、暴利的公司要征收更多的资本利得税或者其他的税，收了更多的税之后，拿这钱再去补贴非半导体行业、非人工智能行业的人，不就这个思路吗？那就反正你本来 SK、海力士或者三星，你们是自己赚钱。现在不行了，你赚了钱，你要交出来更多，你交出来之后要给全体其他老百姓分，就这么个思路。那当然这就对 SK、海力士和三星，它就不是好消息，因为你要交更多的给国家呀，所以说它就这些半导体公司就开始下跌。再加上三星人家要罢工，为什么罢工？很简单，就是因为三星人家嫌钱分少了。海力士提出毫无人性的分红，豪那个是土豪的豪，2025年人均分红300万人民币，这还没完，2025年过去了，要给海力士这个员工人均是300万人民币分红，预计2026年是人均600万。所以据说在韩国如果是海力士的员工，连娶媳妇都容易，找老公也容易，那比什么公务员都强得多了啊！关键恐怖的是什么？恐怖的是海力士宣布了，未来10年都是这样。你想想，你平均300-400万的，你是未来10年就要拿3-4千万呢人民币，我们按人民币算。所以说在相亲市场，海力士员工的水涨船高，就到这份上。结果这三星的员工一看不高兴了，就咱们也赚钱，为什么咱们就分的没他多？人家是有工会的，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三星的工会立马出面了，跟资方谈判，提了4个要求。第一个，你分红比例要从企业利润的10%拿出来分红，现在拿15%出来分红，15%多少呢？对应的今年就是2100亿人民币，
你要拿这么多出来分给员工。第二个，你也要学海力士，要长期分红。人海力士都说了，未来10年都这么分，那你也得学人家。第三个是废除奖金上限，也过去三星奖金是有上限的，现在废除。第四个就是奖金归奖金，先每个人加薪7%，这是最后通牒。如果你不同意，从5月21号开始罢工18天。那三星一看傻了，对吧？不要看只有18天，这是三星历史上最长的罢工。这一罢工很有可能导致全球存储芯片断供，价格暴涨。那对韩国的经济、对韩国出口、外汇储备都要遭到重创。你想少干18天的活，少18天的出口，这是什么概念？现在这个半导体芯片存储，尤其是存储，就供不应求，排期生产都来不及，他还罢工18天，你这不是耽误事吗？所以这个韩国总统急了，说三星是国家共同体资产，罢工不可接受。但人家是有工会了，三星工会说了，别跟我扯那个。韩国的老百姓人家也眼红，这是非三星的这些人，那些人眼红到什么程度？人家也不高兴了，说三星、海力士是韩国国家的补贴，国家举国之力，什么减税啊、低息贷款、基建，在这种基础上搞起来的。你存储芯片不赚钱的时候，那不都是国家在补贴你吗？那背后还不都是纳税人的钱，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在交税吗？好了，你现在赚钱了，你就自己独吞是吗？亏钱的时候大家一起扛，好，你赚钱的时候你就独吞，赚钱的时候你就自己分，你就忘了大家，这不合适。也不能怪老百姓嫉妒，因为韩国的老百姓平均年薪大概24万人民币，这是韩国的。那你说平均24万人民币，那海力士一年的奖金，就普通的人奖金的300万，是他的10几倍、15倍，对不对？15年，人家今年奖金就够你干15年的，那你说谁不眼红呢？对吧？如果发600万的奖金，那就相当于普通的韩国人呢，要干25年。所以当韩国社会人家越来越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韩国的高官叫金荣范，他在提出叫公民红利这个设想。这个设想一推出去，无非就是安抚大家，不要紧，我们都有份儿。结果这一下重创了股市，刚刚交出史上最强财报，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正面临其历史上最为严峻的劳资危机。在经过长达1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于今日凌晨宣告谈判破裂。你不答应就罢工。韩国总统李在明立马出来表态，也就是澄清那前面他的高官说的什么全民分红这个想法。李在明发帖指出，其政策主管金融犯的相关言论实质上是探讨一项计划的可行性，即将 AI 领域因超额利润而产生的国家超额税收收入作为公民分红的分配给广大民众。他同时强调，相关言论绝未暗示将企业自身的利润来为这类分红的支付提供资金。金融犯的言论引发了韩国股市的剧烈震荡，投资者因难以解读其提案的具体范围而感到困惑，所以韩国指数一度暴跌 5.1%。为什么说这个呢？实际上每个国家每一个经济体都要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他都没工作，但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或者个人，他们收入会越来越多，这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两极分化。你看，就像那个 SK 海力士和普通的韩国人一样，他未来10年每年都要分他几百万的现金，说不定后面还越分越多，后面恐怕一年不是600万，有可能是1000万、6000万，真的有可能啊！千量的财富在向危机生命的相关的聚集，不光是韩国啊，其他国家都一样，那就面临着怎么办？牛马韭菜失业了，没工作。那边如果你跟人工智能挂上钩的，你恐怕年薪1000万，这边是1毛钱没有。所以韩国人他先遇到这个问题是各个国家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这么一想，印度的牛马可能会更惨。印度的牛马没有收入，反过来还要刺激你去消费，贷款去消费，怎么办？还没有社会保障比较弱，不够完善，没办法给你托底。你说韩国、美国他们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相对来说社会保障是吧要好一点，结果他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你这社会保障不行的印度，那你不是更惨吗？
只能这么说。巴菲特他当年制定了一个指标，叫巴菲特指标。这个巴菲特指标什么意思呢？它是有一个比值，总之它这个指标只要超过200%，那就是不仅是叫赌博，更是叫玩火自焚。这是巴菲特自己定的一个200%的一个指标。那么截至2020年5月8号，巴菲特指标已经飙升至228%，历史高点，远超过巴菲特当年制定的200%的玩火红线，警示市场估值处于极度泡沫状态。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5月11日 A 股市场行情火热，上证指数收报4225.2点，创业板指数收报3928.97点，创下2025年以来近11年新高。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雷明确表示，4200点并非今年 A 股终点，只是上涨过程中的过渡阶段。孟雷指出，今年一季度全部 A 股盈利同比增长 7.2%， 较去年全年 3.9% 显著改善。剔除金融板块后，增速达到 11.8%， 远超去年全年 0.8%。企业盈利与利润率同步反弹，毛利净利结束疫情后下行态势，并开始回升。据此，瑞银将全年 A 股盈利增速预测从 8% 上调至 11%。 资金面呈现多重利好，居民存款通过理财保险产品间接入市，主动型公募基金份额结束2年净赎回转为正增长，私募保险资金亦加速进场。当前 A 股股权风险溢价高，无风险利率低，流动性持续宽松，支撑估值提升。对于接下来 A 股的走势，孟雷指出，跟10年前相比，现在 A 股高于均值，但如果跨区域来看， A 股市场估值远远低于全球绝大部分股票市场。也就是说，仍未兑现相应估值充分的潜力。他并不认为中国股票在历史区间偏高的水平是上限，4200点不是今年的终点，只是上涨过程中中间水平的过渡方向。瑞银认为后面还要涨，跑不要急，但是指数涨不涨，对吧？跟散户赚钱那是两码事。为什么呢？都市快报报道说 A 股大涨，杭州有股民却仍亏损 12%。 都市快报这么说的，他说 A 股的牛市进程还在继续，今日午后创业板指数持续拉升，突破2015年历史最高点，日内最高触及4042点。然而在这场盛宴下，部分投资者再次出现赚指数不赚钱的体感偏差。杭州股民陈先生因4月受中东黑天鹅影响，卖掉大多数股票，年内仍亏 12%。 年内从2020年1月1号到他卖掉这个股票，年内亏 12%， 这就是牛市。指数涨跟散户赚钱那是完全不搭嘎的两件事。有好多人看着指数涨心里痒痒，但是你只要一进去，你很有可能要么是帮人锁仓，要么就是在来帮人家填亏空。说这一决定几乎卖在了最低点。随后在中东局势出现缓和迹象后，创业板指数持续拉升，年初至今涨幅超 25%， 这一涨幅超过了许多股票型基金经理的收益。创业板七姐妹是哪七姐妹？人家纳斯达克也这美股也七枝花是吧？科技股咱们叫七姐妹，创业板七姐妹：宁德时代、阳光电源、中继旭创、新易盛、天福通信、盛虹科技、东方财富。这个七姐妹占据创业板指数的半壁江山。创业板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创业板当初的这个标杆白马，创业板那里面的一面旗帜是乐视网。所以说到这儿，大家知道了，你发生什么都不要大惊小怪，什么七枝花呀，到时候说不定七只退市股。你想想10年前创业板里面那叫乐视网，那才叫呼风唤雨，那才叫指路明灯，那才叫这个标杆。现在这一切变了吗？对吧？根本上有改变吗？没有。新浪证券报道，股价大跌 80%，3年连亏7亿。A 股又一公司被立案调查。胡氏里面不光有乐视网这样的，
虎市里面呢没有最垃圾，只有更垃圾。5月11日晚间，一纸公告落地，让 ST 百利再度进入监管视野。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这家公司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对于熟悉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而言， ST 百利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不到2年之前，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同样的程序。5月12日早间一度走出跌停的 ST 百利，于尾盘封住涨停，上演地天板，就是跌停到涨停，股价走出3连板。截至13日午间收盘，ST 百利跌 2.8%， 股价距离2016年上市初期高位，也就是跟它刚上市的时候高点已经跌掉了 80%， 这就是脚踝涨。2024年10月，ST 百利及实际控制人首次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彼时调查的核心指向一桩隐秘的资金占用违规。公司以设备采购为名，将 1.92 亿元资金经由供应商转入指定账户，最终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或出借给第三方。ST 百利多份定期报告对此只字未提。也就上市公司把自己的钱通过第三方转给了实际控制人，关键的财务报表里面还没有，还不显示。你说这不叫开玩笑吗？这叫什么上市公司啊？这是2024年干的事情，居然这样的上市公司它还留在市场上。2024年10月份立案调查，如今旧案刚刚尘埃落定，第二次立案便接踵而至。需要注意的是， ST 百利全称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湖南岳阳，是一家主要为新能源和传统能源行业提供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方案的工程技术公司。你看看，那一看肯定是大牛股、妖股，又跟新能源挂钩嘛。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为王海荣。ST 百利的前身可追溯至1970年成立的工程设计单位。2016年5月登陆上交所的时候，也就是10年前上市。你看，整整10年啊，这家公司上市首日大涨 44%。彼时的百利科技首务石油化工、现代煤化工等领域的技术积淀，又踩中新能源锂电产业扩张的节点，一度被市场视为工程师红利的代表。然而上市不到10年，这家公司的命运已经发生剧烈反转，2度被 ST， 2度被立案。媒体报道说，违规与经营双重困境正在交织，但 ST 百利个案并非孤立。也就是媒体最后说了，像这样的公司在湖市不是一家。也就是你说这样的企业，2024年立案调查，这还没2年又立案调查，这公司还有必要在资本市场待着吗？那为什么不让它退市？所以说问题就在这儿，为什么湖市这些公司这欺诈上市、财务造假这么多，监管部门每天都抓，为什么抓不完？如果你每天都抓不完，那肯定是这个系统出问题了，环境出问题了。就好比你蹲在厕所里面找蛆，那肯定是蛆，那肯定是找不完的，你得把这厕所给它改，必须得想办法给它解决掉。你不解决厕所的问题，你光挑蛆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不就是一个道理。如果这个厕所的不解决，那蛆肯定是源源不断。那你说你敢把你这个辛辛苦苦的钱8小时拿身体换来的窝囊费放在这儿吗？你想干啥？这是媒体报道的，这不是谁编造的。每天都有好几家公司被立案调查。你看什么泰格医药董事长、总经理被立案调查。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